心灵善者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安慰。咱三甲来吟诗505首，我要忠实。请兄弟起立吟全首。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上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人来受苦，定是会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闪亮国活上天，打坐在上帝大名，免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信神，无同的教会，圣母上母，对下面用帝国我永远的大名。阿门。请坐。启应文第53篇，弥迦书第6章，我来启会章来引。我着带生命就近上主，来敬拜至尊的上帝。上主减会欢喜千千只公的羊，也是万万条溪的油。人啊，伊有启示你什么是好？祈祷，咱三甲额头祈祷。全能永远我的上帝，
天地的主，万项的好事，万物的源头，愿感谢你。愿为着你所听所想事各项的恩惠，感谢你。为着你一日所想事，即个世间的恩事，感谢你。为着你小心保护，感谢你。佮为着你永远的信息，感谢你。总有是其中最感谢你的，就是想事你的独生圣囝，阮的救主耶稣基督。为着伊的道成肉体，伫地上完全的生涯，甲伊受死受难，阳光的国活甲上天，伫你正平做中保掌管通世间来感谢你。愿为着你差遣圣神感谢你，为着伊伫教会甲阮的心内的工作，以及为着想事永远我的恩惠来感谢你。求你用你的疼充满我，愿为献我的身躯做活祭，是圣的，是你所欢喜的。主，你设立属于你的即个属灵大家庭，让教会成做你重要的器皿，福音的出口。保守牧者甲众中集同工拢会当忠心徛稳伫主的话语顶面，带领摇群进入教会，成做圣道的模范。保守你的子民脱离即个世间的邪恶、有血，由圣神开阔因属灵的目睭，阁会当看见上帝的事。今日接着你牧师的信息透放，用油我伊的喙，所以有属灵的智慧，阁有圣神同在，会当互阮会当来学习公义、行公义好怜悯的功课，互阮公义心被打破。心智，互伊来过旧换新。今日特别为着信德大专中心奉献，会当来顺利进行，带领济部队友会当借着今仔日，会当来得到真正的平安。愿咱的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咱来看上帝的话，伫咧路加福音20章45节到21章第4节。奉主的名，当变势听的时，伊就甲伊的学生讲，着侍奉遐个经学士，因爱穿长衫四过行，真爱伫街市里，甲人请安，会堂内坐官位，宴道里坐大位。因晓准酒寡人的家伙，介意长长祈祷，因要受罪搁较重。21章第1节，耶稣举目看见即个好个人，将伊所献的献落库房，搁看见一个送香的酒寡人，将2个半厘献落去，就讲：我真实甲恁讲。即个送香的酒寡人所献的，比正人所献的较济，因为正人是对因有剩的献落去献，若是即个妇人人是对伊的无够的，一尽迄伊所挖靠的来挖。愿上帝祝福听伊话搁去行的人，赞美，请圣歌队伊要献的诗歌是。我就是来阿乐主。是。
正道请李牧师伊要传讲的讯息是突破。咱个一摆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听阮、保守阮的主上帝，感谢你伫阮过去每日，你看顾、扶持、引带阮。若毋是你帮助阮，阮早就袂无。主，阮只是同心自执伫你的圣殿。要领受对你来启示，通互阮哪来哪认捌你、听你、服侍你，行伫迄条你所想事可能歹行，总是充满平安、喜乐，通互你旨意伫正的道路顶面。主，阮拍开心门，邀请你、恳求你入来，正做阮生命的主。帮助阮将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内，每日三思，佮想事开力，通遵行。安尼祈祷是奉靠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免。主人兄弟，大家平安。真紧一年过过啊吼，一年出现一摆的我，听讲我阁是咱教会的会友安尼。因为拢爱四界去募款吼，阁真侪宴会爱走特别暑假的期间吼，可能其中有一寡人有缘毋捌我吼，所以我有哪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志成啦吼，咱桃园教会的会友，真侪人会问我讲牧师你伫地牧会吼，我拢讲我毋是。一般咱地方教会牧师吼，我叫做机构的牧师啦吼。啥物叫机构的牧师？就是亲像病院啦、学校啦，也是公报社，搁我即个单位吼，一个宣教中心、新德大专学生中心，这是一个宣教中心吼。所以我是属伫一个机构内底的牧师，主要就是咧做宣教的工作。嘿，咱先进入今仔日经文的正题吼。过去的神学家咧讨论路加福音的时阵，拢会讲，即个路加福音是为着妇女甲宋乡人所写的福音书。一直到近代有一寡神学家，因提出无共款的看法，因讲路加福音是要写互遐个好野人、有关系的人读的。所以应该是为着遮好野人甲有关系的人写的。但是若在伫我咧看，其实即两个讲法意思相共。是安怎意思相共？因为路加福音确实无毋对，伊真关心遐个宋乡人、遐个寡妇、遐个较弱势的人。但是呢，伊的读者确实嘛是遮个有关系、有钱的人。然后，遮个有关系、好野人、有钱的人读了，因愿意遵照路加福音耶稣的教示，去照顾遮个宋乡的遮个妇人人、遮个寡妇，然后两边拢得到福音。所以我认为，倒一款讲法拢无毋对。当然，咱嘛知影讲读圣经，袂当讲我干那捡一段起来读，然后就照字面来解说吼。一般咱咧读今仔日的经节的时阵，真少人会甲20章的上尾啊，甲21章的上开始夹做伙读。通常咱若看到即节的时阵吼，尤其是21章的第1节到第4节。通常若看到即段经文，大家头壳就会想讲即个来无款的，对无？无，今仔日毋是要讲这吼。今仔日咱读即段，其实
拄啊亲像咧看一幅图吼，咱咧读圣经的时阵，有时阵会当发挥咱的想象力，就是。当咱真近去看一幅图的时阵，咱可能会看无伊咧画啥。但是咱退后2、3步，看到规幅图的时阵，咱就会发现着啊，原来我拄啊看到迄个所在，迄个画啥。吼，所以咱今仔日读的即段，其实若是放伫搁较宽的一个经文来读的时阵，就是对19章的28节，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一直到24章53节，这规个大的段落来读的时阵，咱来理解是安怎耶稣本来是受欢迎的，竟然到尾啊受气杀、受钉死。是安怎耶稣以弥赛亚的身份要献互家己的百姓，结果落尾是钉伫十字架顶。所以伫即个经文内底，其实咱爱先学习第一点，就是讲咱要突破咱过去观念，拢感觉讲耶稣是迄个犹太百姓气杀，其实毋是吼，这是耶稣去互全人类气杀的一个起头，并毋是干那当时参与伫即个事件内底的人爱负责，因为耶稣随时有可能挑战着咱的价值观。咱伫迄个真关键的时阵，咱真有可能着成做迄个大声喊讲，甲伊钉十字架的其中一个人。我拄仔讲过去，咱咧读即段的时阵，因为有一个21章，将20章甲21章分开，所以咱会将21章第1节到第4节讲啊，耶稣咧鼓励人奉献。但是，咱知影圣经的章第几章甲第几节，这拢后来的人较甲伊分别出来吼。一开始的圣经其实是无遮个物件吼，因为迄纸足贵的吼，啊希腊文要抄吼。咱想象一下，莫想象希腊文，想象英文就好啊。英文大部分可能真侪人拢会晓读，但是若是甲伊中央的迄个空格，甲伊的标点符号要安怎讲啊？拢总摕掉，啊，所有的字拢总连做伙，安尼敢有好读？可能读无着无。但是希腊文一开始就是生即落形，因为纸足贵的吼，啊，因阁拢用手抄的，啊，要省空间，所以所有的物件会当省的拢省掉。是后来的人真认真将伊安尼拆，较有咱今仔日所读到的圣经。所以有遮个章，有遮个节真重要，无毋对。但是咱嘛毋免因为安尼就去互绑死伊吼。尤其今仔日这是一个真好的咧吼，就是耶稣叫12个学生来，然后甲因讲啥？着提防遐个经学士，然后讲一堆了，讲因晓吞酒寡人的家伙，假意长祈祷，因要受罪搁较重。耶稣举目看见遮个啥好嘢人，将因所献的迄落库房。耶稣做一个教师了后，然后抬头起来，看到遐有人咧奉献。然后耶稣头前讲啥？遐个经学士、吞食的寡妇，就出现伫即个所在。安尼有读出来无？伫即段内底，耶稣毋是咧鼓励奉献，耶稣是咧讲，恁遮个文学士、经学士，真正是做罪，令即个将伊一生
伊所生活费拢投入去，迄2000钱，恁着甲拆食落吧。耶稣伫遮做真严格的一个控诉吼。伫遮即个酒歌人，即个送香的妇人人，伫2000年前犹太人的社会内底，一个妇人人，假使伊的先生呐，伊的丈夫若过身去了后，伊若是无后生，伊袂当继承伊的财产。伊必须爱去找伊的丈夫的兄弟，也是亲情，来合伊生囡仔。生着女的阁袂使，一定爱生查甫的。爱生着查甫的，伊较即个查甫囡仔较会当继承因翁的财产，然后即个妇人人才有法度继续生活。若无伊要生活落去，伊敢若剩2条路。第一条路做去食，第2条路做性的工作，敢若即2条路。所以耶稣提醒遮个学生讲，恁爱提防遐个经学士。然后耶稣就讲，遮个经学士因做啥物代志？第一，因爱做官，爱做大，因足惊人毋捌伊，所以伊爱穿好足宗教人士的迄落型，然后伫人足济的所在，伫遐出出入入，互人甲伊请安。对遮个人来讲，上重要的是身份甲地位。然后第二，因足贪心的。因用家己的身份地位去侵占别人的财产，侵占酒歌人的财产。无采讲遮个经学士因所读的，遮个经学士拢读过旧约的圣经吼。旧约的圣经讲爱照顾孤儿寡妇，结果你无照顾就算啦，你阁吞食人的财产，这叫做财法阁犯法。第三，因伫宗教上是假君子，因毋是用基督的深度，是用外在的行为来吸引人的注意。因将基督变做是一种表演，所以耶稣讲，这是侮慢上帝。爱受罪搁较重。当我将20章的上尾啊到21章安尼夹做伙读的时阵，我读出这个重点了，我惊甲皮喘。是安怎？经学士，简单来讲叫做解说圣经的人。就是我啦吼，我即马就咧解说圣经吼，所以我咧读圣经有时阵拢感觉讲，哎哟，耶稣咧讲我安尼。但是除了这以外，我认为咱会当将伊个扩大来看，伫现代的社会，只要有受过教育，只要是捌字，只要是你有一点仔。管理、力量的力，会当指挥别人、控制别人，咱拢包含伫即个内底。第一，咱爱反省的是，迄个称呼介重要吗？假使你是党的，有人甲你叫做经理，你敢会受气？我会记10几年前吼，咱知影教会伊咱表，阮爱联络代志嘛，办公室爱联络代志啊。教会伊咱表就有记号讲啊，即个是传道，即个是牧师安尼，每一个名头前拢有一个记号。
有一届，阮的助理就拍电话去某某教会，就问讲，请问是某某传道吗？足歹的呢，啥物传道？我牧师呢。结果我的助理惊一个，紧拍电话互我啦吼，甲我讲免怎，伊改成犯错安尼吼。我甲安慰讲，不要紧啦，即世间就是有即款人啦吼。是安怎会甲牧师叫做传道？因为教会伊咱表一年才更新一摆，即个牧师拄我红牧，所以阮伊咱表顶悬迄个记号阁是旧的新的还袂发落来吼这小小的错误会当但是我着足谨慎的吼，所以恁要叫我传道嘛袂要紧啦，我袂生气吼。咱安怎样？咱是毋是真注重别人安怎甲咱称呼？当然看重家己的积分无毋对，尽职做好家己的积分，真赞。但是，当有人甲咱叫了较加了后，咱心内的反应，咧反映咱对即个名声的一个贪恋。第二，咱安怎样来使用咱家己的身份地位？咱是摕来照顾别人，还是直接，还是间接增加好野甲送乡人哪差啦远？耶稣的受顶十字架，其实就是和这个代志有关系。耶稣拢针对这个宗教的领袖，耶稣拢针对这个政府的官员。当然，咱拢毋茫讲生活的品质会当哪来哪好。咱敢捌看过迄个古早的茶桶，就是一片一片的茶安尼订起来嘛，合起来嘛。假使迄茶帮当底无共的时阵，内底会当底的水是对一块帮来决定的。上底的迄个嘛吼，毋是上长的嘛。假使咱将即个茶桶当作是社会的公共财产，请问社会的公共财产是上好野的人决定，还是上善的人决定？上善的人决定。当一个社会公共的财产愈少，迄个社会就会愈无安定。意思就是要好，大家爱做伙好。想象一下吼，若是大家拢平差无介济，咱开车出去食饭，毋免烦恼车去用挂，毋免烦恼车去用偷。但是有一天，若是好野甲善差足济的时阵，连食饭都袂安心，迄款的社会敢好？当然，每一个社会，咱知影即马有分叫做啥人生胜利组甲人生失败组。但是，这个胜利组若是会当为着这个失败组的人来设想、来出声，迄个社会是一个会晓为着别人设想、有高贵灵魂的社会。伫今年，其实已经发生过真侪项代志吼，包括苗栗有一个动物叫做石虎嘛吼，即马剩改成剩无500只，已经得要绝种啊。然后顶礼拜拄仔结束的，咱中间应该有人受到影响的，迄个。中型的罢工，长荣航空的罢工，我毋知咱中间敢有人要出去，还是要倒来受到影响的。其实，
当鸡卵面对关墙的时阵，我对耶稣遐学习到的是，咱爱徛伫鸡卵这边。当咱为着家己的利益去杀遮个人的时阵，其实咱就亲像去杀耶稣的遐个人共款。所以咱必须爱突破的第二个想象是牺牲别人，互家己得利益的即个制度。伫咱生活的即个社会内底，咱足强调竞争，对细汉就开始排名，有第一名就有上落尾仔名。为着要得到更较好的工作，咱充实咱的才能。追求进步无啥物毋对，但是将这成做咱唯一的标准的时阵，咱会真容易变做是一个为着家己的利益来牺牲别人的人。伫咱的社会内底，毋管是倒一个党做总统，倒一个党执政，遮个社会议题优越拢存在。环境、人权、教育，甚至咱平常时所咧用的水电，当然每一个议题背后拢有伊得到利益的团体，嘛有受到灾害的团体。有一寡伊无法度家己出声，譬如讲上帝所创造的动物、植物，伫桃园遮咱有真宝贵的迄个叫做啥？藻礁，迄是真宝贵的物件。因无法度家己出声，所以咱爱想是资本真正会当无限发展吗？叫做台语应该是讲，景气真正会当无限的发展吗？伫真有限的资源、自然资源的条件以下，经济真正会当无限发展吗？所以咱爱会记即，当有议题伫台面顶面咧吵的时阵，咱毋通干那看到迄个议题，咱更加爱看到是伫遮个议题的背后。有啥物生命会死亡？迄是一条一条的生命，毋管是人的生命、动物的生命、受造界的生命，请咱爱会记即看见遮个生命。咱的对敌毋是遮个党，咱的对敌是咱内心的贪心、骄傲甲自大。伫今仔日，咱读的圣经，耶稣谴责遐个经学士。晓吞守寡人的家伙，当我出来募款，咧使用遮个奉献的时阵，我对我家己有一个要求吼，就是要佚佗的、要啉食的，我拢无爱开遮个钱。遮个钱会当开伫学生的身上无毋对，但是。佚佗啉食毋是目的，佚佗啉食是为着达成一个目的，所以，互因做伙佚佗，供给因啉食，然后造就遮个青年。但是像团契聚会，因若要食饭，我拢讲我家己的，我家己出。若团契无钱的，就是我出安尼啦吼。所以其实。当耶稣受判死刑的时阵，有侪人因为安尼得到活命。耶稣的死是为着全人类。总是，若是咱的心内有一种死道友毋通死面道的念头，这嘛是罪。上帝透过耶稣的死宣告讲。咱要得到头棒，咱无应该受咒诅，靠着牺牲别人来活。
咱应该为着别人来活。真正的生命是在伫为着别人牺牲家己，毋是牺牲别人，互家己活的。因为就连基督，嘛不止为着咱死，佮为着咱活。所以当咱活着的时阵，咱就会通成做别人的帮衬。第三，咱必须爱突破的观念，就是用宗教的行为来做属灵的判断。咱敢捌想过是安怎？耶稣讲因假意做长长的祈祷，然后就会得到好名声。因为其实咱每一个人拢食即套啦吼。我做一个假设啦吼，当然我无安尼做啦。第一场礼拜了，我着摕一个跪垫，跪伫遮祈祷，祈祷到10点。当我徛起来时阵，你会感觉我咧发光无？连我嘛无法度真困难跳出即个想象吼。但是我定定提醒团契学生吼，我甲因讲，你毋管参加团契聚会啦、做礼拜啦、查经等等的宗教活动，迄拢毋是咧实践信仰。教会甲团契毋是实践信仰的所在，是咧学习信仰的所在。当咱参加主日礼拜、听讲道、专题等等遮个活动了后，目的是啥？咱四线去实践信仰。实践信仰的所在，毋是伫教会内底，是伫咱的生活内底。所以，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安尼讲，咱是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最好解的使者是普世的，佮定军伫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愿望的记号。咱去听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咧受苦的时阵，咱含这个生命做伙受苦，这项代志会成做愿望的记号。所以讲，信仰的实践，就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然后，咱的日常生活世界拢总是政治。当然，我知影咱听真侪人听着政治会足反感的吼，但是其实政治讲较白的就是啥？关系正人的事叫做政治。所以有啥物代志毋是政治？其实嘛无呢。吼，所以咱咧读福音书的时阵，我毋知影咱敢有看到耶稣其实就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啦吼，上尾遐顶是袂过嘛吼。但是好佳在耶稣后来搁活，吼，所以嘛无算失败啦吼。应该是讲以短的时间来讲，看起来是失败，但是耶稣的行动影响2000几年啊。耶稣挑战当时的罗马政府甲犹太宗教领袖。有一个神学家叫做潘霍华，伫即个希特勒的时代，伊讲，面对邪恶，却保持静默，就是邪恶。上帝袂看咱是无辜的，无讲话嘛是在讲话，无行动嘛是一种行动。意思就是，莫讲政治嘛是政治，拢是一种立场。所以，当咱咧祈祷的时阵，咱毋是祈祷上帝你去改变啥物人，上帝你去甲啥物人灭掉。咱祈祷是
是求上帝来帮助咱，听见伊对咱的呼召甲旨意，然后咱去付出行动，然后上帝国就会实现。亲像咱伫主祷文祈祷啥？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面，亲像伫天里。啊，啥物人伫地面？咱伫地面嘛。啊，所以上帝旨意伫咱的心上伫正，啊，咱伫地面行，叫做上帝旨意伫正伫地面，亲像伫天里。咱是咱祈祷了爱去实践的人，咱爱回应咱对上帝的祈祷。咱搁复习一摆吼，对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咱爱突破3个点。第一，圣经内底耶稣咧责备的人，毋是别人，就是我。咱每一个人拢是罪人，我嘛是耶稣责备的对象之一。我爱检讨我家己。第二，我要学习。尽量莫去牺牲别人来得到利益。我要学习牺牲家己，帮助别人，活出耶稣的生命。第三，真长的祈祷，毋是属灵的标准。祈祷了后所带出来的行动，才是信仰的行动。毋望咱的生命会通得到突破、更新甲改变，咱同心来祈祷。更新阮生命的主，阮的上帝，阮愿你诚心悔改认罪，因为阮无够额听阮的厝边，无用阮的行动陪伴至美世的一个。甚至阮恬恬无出声，来用阮有关系的人压迫阮的兄弟姊妹、阮的同胞。求你赦免阮，也求你为阮做清气的心，互阮的内面有换新正直的心，帮助阮一天比一天更加突破阮家己的自尊。愿你的旨意行伫阮的心上，伫地面亲像伫天里。阮的祈祷是奉靠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救主将你的话刻掉伫阮心。我接续做即个大专事工的报告。我拄已经有介绍，就是这是一个机构吼即个机构负责的范围真宽吼，就是桃园、新竹、苗栗3个县市吼。所以上北我爱走甲超过咱遮吼，走甲龟山，我是住伫中立啦吼。我主要就是负责桃园、中立即区。阮中心即马有2个专职的牧师，甲2个助理来斗带团课。但是遮尔济学校吼，实在是走袂了，所以阮嘛会邀请教会牧师，也是团队，也是阮的毕业生，也是学校的老师来正做阮的义工辅导吼。阮还阁有几间学校还未成立团契吼，实在是因为人力有限。然后这是阮的一个蓝图吼，就是讲阮毋望会通结合含地方教会，然后学校内底的教师以及阮本身，阁阮会招迄个，阮每一年的差不多3月、4月开始，就会开始调查迄档的即个新生的名单，就是毋望培养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拢是一个宣教师，所以遮的大专生，因嘛是伫学校内底招同学来团契的宣教师吼，所以毋望讲是
1/1，就是伫阮的团契内底啦吼。当然学校内底基督徒可能无遮少吼，但是会参加团契可能就是全校的，参加阮所设立的团契的基督徒可能就是1/1吼，然后去服侍学校内底真侪非基督徒。接续做阮的事工介绍吼，即个是一个读圣经的营会吼，阮前2档拢是就是干那国中以上到大学的学生来参加吼，今年特别含台北、台中、台南甲嘉义4个大专中心，所以有5个大专中心做伙合办吼。真特别吼，这是空前到底会绝后无？毋知啦吼。就是讲，今年报名的人上细汉的，年纪上细10岁，年纪上大的53岁。吼，当然阮有分组啦吼，无可能50岁甲53岁做伙讨论圣经，迄讨论袂来吼。真特别的是，即个营会，咱真歹想象，国中生、高中生4天3暝做啥物代志？读圣经、讨论、听专题演讲，无啊？然后参加了4天3暝，讲明年我要搁报名，明年，然后讲转去要好好读圣经。吼所以咱嘛，若是咱厝里的囡仔吼，真袂爱读圣经的吼，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机会吼，就是互伊对读圣经产生兴趣，嘛找着做伙读圣经的伴。阮4天3暝有算差不多40几万吼，但是阮一个人拢收超1/3的即个报名费尔，所以剩的就是阮爱出来募款啦吼。然后是安怎我会讲，因参加了拢会想要搁再参加，阮会邀请因写感想，感想就会发布伫阮的即个，我实在毋知要安怎讲粉丝专业呢？台语粉丝专业要安怎讲啊？当混吗？反正就是伫咱的奉献袋后壁吼，有一个 QR code， 咱会当扫入去，就会连到阮的即个粉丝专业顶悬吼，顶悬就会找到因的感想。好，过来就是大专工作真重要，就是爱赢志新生，所以阮伫开学了后会有第1摆的自习吼，就是甲因招来，互因先互相熟悉，互相熟悉了。阮就会办一个3天2暝的一个生活营，因为其实要解说啥物是团契真困难，对无？但是咱参加过团契的人，拢知影啥物是团契，对无？意思就是经验过就知影啥物是团契，所以阮就办一个生活营，叫做可以若尼奥，伊就是希腊文的 koinonia， 直接翻译过来吼，koinonia 意思就是团契啦吼。这已经办10几档去啊，我伫大专16档，所以这已经办，今年是第17届啊吼，就是17年第17年办这个这个营会有算拢差不多20万到25万，但是阮一个人才收700块，嘿这个营会阮有统计吼，每一档来参加的学生有1/3以上，拢是进入大学了第1摆接触到基督教，第1摆接触到团契。参加过的人有90%以上，拢留落来伫团契，一直到毕业，甚至成做真好的同工。然后阮嘛会组织，就是桃园新竹苗栗阮的团契内底的同工，也是会友吼，就是一摆一学期有一摆的组织，然后互因去
就是去分享讲因团契咧做啥，阮团契咧做啥，了后因就会家己生一个新的事工出来吼，像今年顶半年度因就用一个运动会邀请因的同学来做伙参加安尼，就是嘛是算学生因家己做的一个宣教的即个运动安尼。然后毕业生要毕业，阮会送因一个礼物吼。较早阮是拢送册，也是送啥物纪念品啦吼，一直到4当前啊5当前，阮感觉讲，啥物礼物会当互伊用一世人，就是教伊一个灵修的方法。所以阮会带因去灵修，伫安静内底，个人去甲耶稣相拄吼，所以3工2暝的灵修，挂大挂遮挂工书，一个人成本差不多3000块。但是因为是礼物吼，所以我爱来募款。即个差不多拢开15万到20万左右吧。毕业生毕业了嘛是爱继续关心因吼，所以阮定期会伫，无一定是北部啦吼，有时阵中部，有时阵南部，就是甲毕业生招做伙。关心因的状况安尼，然后有2条是算是专款专用，就是奖学金甲助学金。奖学金的部分就是伫家境较困难的，阮会每一学期会有一摆的奖学金吼。助学金其实我无讲，可能咱会友嘛拢毋知影吼。咱桃园教会每一年拢会拨3万2，伫即个助学金的顶面。主要就是希望这学生毋通因为拍工来牺牲团契的聚会，所以阮提供因拍工的机会，然后伊阁会当参加聚会。好，上尾即个就是阮的粉丝专业的即个头一页啦吼。阮有任何的活动宣传，也是讲训练会也是因的感想，拢会发布伫即个顶悬吼。即个事工非常需要大家代祷，所以你若愿意真做阮代祷的勇士，会通伫奉献袋后壁才有一个留你的名甲即个电子信箱吼。然后阮就会将阮每一个月拢会出一份月刊。若是你想要读纸本的，你嘛会当留你厝里的住所，阮有缘有咧印纸本的吼。主要就是希望会通减错一寡手啊安尼吼。若是咱愿意长时间为着即个事工来奉献吼，一个月300、500、1000，持续2年、3年，其实对即个事工的稳定甲发展来讲是真大的帮助。咱嘛会当透过奉献袋内面有即个信用卡的捐款单，也是另外一个吼，就是你嘛会当用手机直接扫即个 QR code， 就会当进入即个信用卡的奉献的部分。毋望咱会通为着即个宣教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以上报告，多谢。三甲来人生诗321首，我主我救主我真爱得完全。会将请起立吟全首。
坐奉献，请陈秋信检修处指示。总车起立。报告大圣，咱来看，来读今仔日的金句。着启宏遐个经学士因爱情长衫四过行，真爱伫过市里，互人请安，会堂内坐官位，宴道里坐大位。路加福音20章46节，请。着启宏遐个经学士因爱情长衫四过行，真爱伫过市内，互人请安，会堂内做官位，会堂内做大位。20章46节，着启宏遐个经学士因爱情长衫四过行，真爱伫过市里，互人请安。会堂内做官位，宴道里做大位。路加福音20章46节，咱来看周报。第二页，澳洲各项服侍人员周间的聚会，甲教育部各项的课程，咱请家己看。第三页，本周小组的聚会。大岛的事项第4页，第5页，奉献的名示，有错误的，来甲咱中心来反映。第6页，消息报告，本主日是新竹大专中心的奉献主日，也谢谢李志成牧师来到咱本会来请安分享，咱请兄弟为着这事工来大岛。奉献，咱谢谢李牧师，咱搁一拍呼啊声来谢谢。第二堂的礼拜煞，第4楼交易厅来召开财团法人临时董事会，请新任的董事来出席参加。第3，下晡1点30分至7:01
会议室来召开教育部的会议，请部员来出席。后主日7月21号中午12点伫701来召开团队部甲圣诞节的筹备会，请部员来出席参加。教会消息，10月6号临时好会，伫7月7号来公布会员的名单。7月21号会来公布中级预算的名单。后礼拜有一个白鸽剧坊轻松的小短剧艺术，最好的朋友，最坏的关系。演出的时间伫即礼拜六暗时8点，伫教会4楼的礼拜堂，伫4楼礼拜堂，伫青年礼拜结束以后，演出的人员是汤真汉、王进成、林正佑，来邀请各位兄弟姊妹来一同来观赏。为今年7月份开始，每一个月第3主日中午，无阁提供爱餐，咱请咱会友来自行来处理，就是伫后礼拜7月21号后礼拜无爱餐，请咱会员，请咱所有会友来家己处理。最后一个今仔日福音队前往伫宜兰。南洋教会，伫南洋教会有一个3天的活动，咱牧师夫妇、传道夫妇带领正同工甲9位的老师前往宜兰的南洋教会福音队。教界消息，得胜者志工的训练会伫8月17号、8月14号，报名费500块，请有对青年少年有负担。伫校园内底会一人进行更较好的服务的基督徒来做伙来受到装备。来，以上报告。上赢403首。会将车起立，主这牵挂，主这牵挂，耶稣求你这牵挂，主因带我，主因带我，主因带我，上帝求你带我，主充满我。但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全能上帝主庇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引带，帮助咱行伫主的旨意中间，对这事直到代代无尽。阿门。会长请坐。祝歌。
安礼，请咱向咱的厝边隔壁讲，耶稣听你，愿你平安。